请同到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海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哎呀，调到好，我来到一个现象，你调身哈。等一下我剔个牙。承认加倍。澎湖鲜饼。冇啦，开玩笑啦，根本有懂后事的啦。三峡真的有很好吃，你看三峡老街也很好玩，还有吹油两个金牛角。评审先生，今日嘛请我说。哎呦，挂灯金牌色。真嘅吼，哦，接来介绍你嘅三位评审先生。好，哎，我刚讲，今日介绍是一个好，要用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好介绍我们的那个皇太妃哈，今日作家的各种人的皇太妃用。头先生，郑碧纯先生，超级 Superman 许哲林先生，金钟奖主持人钟义权先生，今日三位先生吼，要麻烦你咯，系啊，我看表演，看表演我打分数。记得打分数哈，打分数不要手软，就尽量打，不要手软，要这样啪啪啪啪啪这样是不是？松柏呢？松柏给评审欣赏啊，看到个手速都圆呢，就唔敢打上去咧，真无礼貌，真紧啊！冇啦，唔单止今日啦哈，既然那么荣幸，难得请到3位评审老师，金牌级的哈。其中呢，我自己的小私心呐哈，认识了3年的朋友，今天刚好是我们满3周年。他有一个代表作，我很喜欢听他唱那一首歌，你头都有共斗。哎呦，你用版给谁一样 ？Superman 啊，超人，暗度好黑妹，你有玩暗度好呢？太刚好了，真嘅。不然我们今天就来唱这首歌，不然现场的朋友和观众朋友谈好冇？做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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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嘛？哎呀，来，唱啊！徐哲伟老师带来 Superman。大家好。有欢喜嘛？有哦。日出日落有一天，我爱你的心比从不易又加一点，比唔过也就唔愿，决定一行都比爱他头前，日日有一年，爱你的心比去年又加一点，比唔过。也就唔愿，决定要吩咐我一天行到头前。我要做你的 Superman， 係你心中的太陽星。雖然兩下我無權要落線，決定要吩咐我一天行到頭前。我要做你的 Superman， 係你心中的太陽星。虽然能败的事情没得选，没想爱当你必伫你的身边，做你永远的 Superman。间奏就要掌声鼓励鼓励啦！掌声！看到杨树好吗？来，杨起来，再过一拜啊！日日有一年，我爱你的心比去年又加一點，比唔過也就唔願，決定要吩咐我一天行到頭前。我要做你的 Superman， 係你心中的太陽星。雖然兩下我無錢又落線，沒想愛當你必伫你的身邊，我要做你的 Superman， 係你心中的太陽星。雖然能敗的事情沒得選，沒想愛當你必伫你的身邊，做你永遠的 Superman。來，看到人家數，舉高好不好？來咯，好。準備，我要做你的 Superman， 係你心中的太陽星。雖然兩下我無錢又落線，沒想愛當你必伫你的身邊，我要做你的 Superman， 係你心中的太陽星。
虽然人败嘅事情无得选，要相爱等伊陪伫你嘅身边，做你永远嘅 Superman， 嘿你永远嘅 Superman， 嘿你永远嘅 Superman。大家好，大家好哦，还有两位老师，两位先生，大家好。今日唱落的全部都金钟奖级的，有挂金的都。哎呦，挂金的。来看按斗西北，终于轮到我来了，好开心哦。今日马上落凡要上位是金牌级的评审老师好好来看哈，莫当当啊来看。哦，有听到有看一下哎呦，好呀。OK， 从好来看替组的表演咯。来呀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迄讲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大家好，我係李俊全。For the music.谢谢。好精彩哦！谢谢。来，欢迎李训全。你好厉害哦！是，我好崇拜你哦。好，没有，都不用换气呢。有啦，就是有些声音的时候，它会有吸气的声音，所以中途上就是有换气，像是或是这样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讨教个两步就好嘛，教他吧。可以啊，就是你可以先发不要的不，
不要的不不，然后把那个人的声音去掉，不，然后关键是嘴唇要闭的时候要用力，再去念不。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讲到这个 B-box 呢，我们哲伟老师啊，他也是有一点研究，所以他有诀窍的。刚刚老师是说不嘛，对不对？我是剥虾子壳，有没有？好，剥虾子壳，剥虾子壳，跟我一次一遍。剥虾子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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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声音去掉，剥虾子壳，剥虾子壳，剥虾子壳，有没有？掌声鼓励。这样子是吗？他一样是有把那个不那个音去掉。对那虾子壳又是怎么来的？我觉得比较像是拔跟小鼓。等下来太难了啦。那他这样要布多久？你布了多久？我布1个礼拜就抓到诀窍了。布1个礼拜哦。对，布1个礼拜。那你这个算慢的，我刚刚就。那我们的那个哲伟老师，你对剥虾子壳剥了多久？我大概2分钟吧。可能还洗个手之类的。我记得上个节目到这个上次剥虾子壳跟这个距离大概有3年了哦。播了3年了，还在播。差不多。做任何事情都一样，要下功夫的。你看他们跟案例好厉害啊，一定下功夫的。B-box 学多久？我学了快8年了。所以学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啦，哈，还是要慢慢学。很厉害。这个15分也不够给吧？真给呢。我想要本你是。姐姐，你想要加几分？你想要加几分？我就不要再说了。1分100，你想要加？我先来看一下3位老师，好，可以给几分？老师，请给分。画8字，这是最简单的，再绕到后面，再绕到前面。我的胃好痛。老师，请给分。好。一致通过了。你的奖金可以拿出来了。我觉得我个人真的很想要为我们的小康老师。我什么事？我加分，因为他把你的工作抢走了。不会，不会，嘴巴，他用不手的。不会。对。哎，我也可以用嘴巴，你说什么？真的吗？按讲追逐客家音为 B-box 人爱爸爸。哦，那你会吗？他以前常常教我一边教歌，他还一边要自己。B-box。没，以前没有 B-box。打拍子吧。以前是可立可。哎，很厉害呢。真的。董立辉。好了，你赶快去学这个啦。好。好，下次看你表演呐。等一下电话留给我。好，092拜师学艺。我觉得好棒。奖金还不赶快拿出来拜师学艺？好啦，这里最高凤8练拳球2000元，希望你多多加油。谢谢信全。那我们 Q 哈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公礼百年，乃是饱含气管时，看到草莽的老土叫的两兄弟，古到天下旁给改，给改旁天一杀一记一神气，草莽的讲，嘿，乃地能神，以后就不提一条太老虎，土叫的讲，乃地白神。以后就再提9条太狐狸，草莽来讲，
那落人不是旁贴一条百年太阳树，土叫我讲，嗨，那一层叫啊，老母只是小腿变平地，草莽来讲，要为亚树同旁黑哪一个？土叫我讲，乃不敢给，天当比给天哪条给，后把球给错这里跳进来走进老几的天规矩。一龙沙当当土给旁给改，土眼镜成了真红片，咕咕咕哇嘎嘎嘎嘎哒噗噜噜，比过来一扎给公条当有扎太给机，第一只给公有几欧毛，几多上诶，老草毛特老都是黑。土叫我一看法了看，太妈给讲的唔仔细，那个给讲呐，你不应该敌男生死的那个阿妹老阿舅，有的别生死的那个姑姑老阿姨，唔问奈大看闷闷看，土叫我唔能给讲呀的，他根本唔做法是土豆奶，呀班的切对模呀他土叫喂，一讲一见的顶动，木当当，呀深深的哦细细细呀呀，比书法叫向前一跳。每本给讲晒点戏，谢谢。哇，用板哦，用人哦，用按键哦，你妈慢人哈，係啊，慢人做唔錯事啊。你頭先按吉通嘅，你頭先你媽媽嘅。你的来太敢闷黑他了，闷黑他了。我来自台中，是，我不太会讲客语。听得出来，但我热爱客语，非常好，掌声鼓励。好棒！那这个刚刚练这个全客语的那个表演，要花你很多时间吧？要大概花个1年，你才可能会，就是诊断非常清楚。那你这样子应该有10年功了。4年。4年。4年功啊！4年了。我练4年，然后练这个段子大概唱了有1年。厉害厉害！这个好厉害哦，这个要从何讲评呢？我们请钟一琴老师。其实我一开始听你讲好法，我一开始听你说客家话，我听不出来你是一个对客语不熟悉的人，所以我要给你送上鼓励。真的非常厉害，你的客语在说段子的时候，你讲呀，讲 Q 顺一说的时间非常的标准，很棒。很标准。好啦，看分数啦，可以得到满分的冇得哈。接下來看你嘅評審先生，本你嘅小朋友得到幾多嘅分數？是34.41分哦。真的给分不手软哦。真给力哈。是一定的。太优秀了！恭喜你得到红包2000元哦！啊，谢谢你来。太优秀了，你下次再来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那么 Q 好了，看下一组的表演。
Prisma 舞团。老师好。哦，这样好累哦。但是我发现我动的是我的背，而不是肚皮。哎呦，这个肚皮舞，中东肚皮舞嘛，是哦，这个其实看肚子就知道你的舞龄了。看到什么？肚子就知道你的舞龄。这个大概几年？我教课教了15年了。肚皮一定要保养嘛，这是你们的算是一个武器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吃饭工具啦。武器。什么武器？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平常都要练习，平常都要练习。吸吐，练习肚子。对，因为肚皮舞它所有的动作在腰臀之间。当然，如果说比较高端的时候，我们会。所以你要练。那平常肚皮还是要注意什么吗？其实我们女生都会多多少少擦一点点的乳液啦，多多抹一点油啊，一点点。对。像老师跳肚皮舞的话，一定要保养好肚子，比如说吃东西，一定要多吃，让他肚子能够有一些肌力，应该要练肌力。有啊，我看到老师就是一坨，这整坨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老师，请问一下，现在学肚皮舞的男生多吗？其实我以前有教过男生，可是后来因为男生都比较害羞，后来就因为都在女生堆里面，所以男生就自然而然自我淘汰，知难而退。对，因为我们女生其实上课的时候都会穿半截，对，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爱裸露，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呈现在我们的腰臀之间。钟怡晴老师说他可以练，吃胖一点，有肚子啦，肉肉的比较好看。好，我汉摆了烘一下，下次来学一下。我也可以练哈。可以，我可以教你最简单的。最简单的。对，最简单，你可以跟 No 哥一起。什么步骤吗？画八字，这是最简单的，再绕到后面，再绕到前面。我的胃好痛啊！赶快，请给分，快按。看到我唔记得了。哎呦，是印度慢步的哦。赶快颁奖给我，好棒，谢谢3位老师，谢谢。哎呦，这可以得到我们的红包2000块，谢谢。哦，我发现这样才咬几秒钟的时间，其实蛮喘的，喘到我的支气管来这边了耶。哎呀，我用我的支气管诚心的恳请俺天师给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夹夹大天发来报名。冇错啦，夹大天发哈。大天发来报名，那奖金。辛苦3位评审先生，什么先生？产水长、队员长。有请同乐兵，开甲来上兵，我们下次见。再见喽！夹来大天发哦。